每11秒就有一位长者因跌倒相关的伤害在急诊室接受治疗。但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今年每4位60岁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位会跌倒，而且许多人将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我告诉您解决方案不是昂贵的物理治疗，也不是危险的药物呢？如果答案就在您现在的厨房里，存在于5种特定的营养素中，能在几周内恢复您的平衡稳定性呢？我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营养与预防跌倒之间的关联。我的发现令我震惊。医疗体系通常用处方药和助行器来治疗平衡问题，但他们完全忽略了真正导致问题的营养缺乏。今天我要揭晓这5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能彻底改善您的平衡感，强化双腿，并让您重视自由活动的信心。但首先让我告诉您为什么这比您想象的更重要。因为跌倒不仅仅是骨折，更是失去独立性、自信心，有时甚至是整个生活品质的丧失。让我为您描绘一个场景：凌晨3点，您醒来想上厕所，您将双腿移出床边，站起来，突然间房间天旋地转，您伸手想抓床头柜，却抓了个空，重重摔在地上。这种情况每晚都发生在成千上万的长者身上，而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只要摄取正确的营养素，这一切实是可以预防的。让我们看看跌倒后真正发生了什么。美国老年医学会期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超过4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长达5年。他们的发现令人心碎。在一次严重的跌倒后，40%的人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独立生活水准，25%的人需要长期照护。而在心理影响方面，70%的人产生了跌倒恐惧症，导致他们限制自己的活动，这反而实际上增加了再次跌倒的风险。但这才是让我生气的地方。当研究人员分析经常跌倒者与保持完美平衡者的血液报告时，他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几乎每一个经常跌倒的人都缺乏特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不只是数值偏低，是严重缺乏。最讽刺的是，他们的医生从未检测过这些缺乏症，也没有建议补充。您的平衡系统极其复杂，它依赖来自内耳、视觉肌肉以及腿部和脚部数以千计神经末梢的讯号。所有这些系统都需要特定的营养素才能正常运作。当您缺乏营养时，这些系统就会开始失灵。您的反应时间变慢，肌肉变弱，神经无法足够快地传递讯号。突然间，一个小小的绊脚就会变成灾难性的跌倒。可怕的是，这些缺乏正是缓慢发展的。您不会某天醒来突然无法平衡，它是件静事的。起初，您会发现上下楼梯时有点不稳，接着您在屋内走动时会更多的扶住家具，然后您开始避免某些活动，因为您不再信任自己的平衡感。当您意识到有问题时，您的身体其实已经失去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急需的营养素。现在让我告诉您解决方案。这5种营养素可以恢复您的平衡，加强稳定性，并让您找回自信。我将确切告诉您需要多少剂量、何时服用，以及哪种形式效果最好。让我们从对平衡最关键的营养素开始，维生素。我说的不是随便一种维生素，而是大多数医生从未告诉您的最佳数值。维生素的对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绝对至关重要。您的肌肉拥有维生素受体，当这些受体未被活化时，肌肉就会变得虚弱且反应迟钝。苏黎世大学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检查了超过2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发现
维生素浓度高于40耐克毫升 (nml) 的人，其跌倒几率比低浓度的人少了60%。60%，这不是一个小差异，这是改变人生的差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标准建议的每日600到800与国际单位，对大多数长者来说远远不够。您的身体需要维生素来执行数十种功能。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皮肤利用阳光制造维生素的效率会变差。您可能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却仍然缺乏。您需要做的是去检测您的维生素数值，不要只接受正常这个结果，要询问确切的数字。您的目标数值应在40到60耐克毫升之间。如果你低于这个数值，大多数长者都是如此，你需要每天补充2到4。请随含有油脂的一餐服用，因为维生素是脂溶性的。一把坚果、一些酪梨或一块富含油脂的鱼类都能帮助身体吸收。还有一点会让您惊讶，研究显示，需要持续补充约8到12周，才能在平衡感和肌肉力量上看到完整的益处。但患者报告说，仅在4到6周内就会感觉更稳定、更有自信。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在6个月内跌倒了3次，在优化她的维生素水平后，她2年内1次都没跌倒过。她的腿部力量改善非常多，甚至重新开始园艺工作。这是她之前因为不敢在跪下和站立时信任自己的平衡感而放弃的爱好。接下来这个甚至更强大，也是我在60岁以上人群中最常见的缺乏症。维生素12是您的神经系统无法缺少的营养素。当您的神经系统运作不正常时，平衡感就会消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您的平衡依赖于所谓的本体感觉 proprioception， 那是您的身体感知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能力。您脚部、脚踝和腿部的神经末梢会不断向大脑发送关于您位置的讯号。当您缺乏12时，这些讯号会变慢或完全停止。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的一项研究检查了超过500名有平衡问题的65岁以上成年人。当研究人员检查他们的12数值时，他们惊呆了，43%的人缺乏。但神奇的是，经过12周的12补充后，同一批人在平衡测试中显示出47%的改善，他们的步行速度增加，自信心提升，跌倒风险大幅下降。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您的胃部产生的内在因子 intrinsic bug 会减少。您需要内在因子才能从食物中吸收12，所以即使您吃了很多肉、蛋和乳制品，您可能仍然没有吸收足够的12。某些药物会让情况更糟。如果您因糖尿病服用2甲双胍 metformin， 或因为食道逆流服用质子帮谱抑制剂片，您缺乏12的风险就更高。您需要知道的是，您的12数值应高于400 p·ml 皮克毫升，理想情况下应高于600，但12的形式至关重要。大多数补充剂含有腈谷氨醚 cyanocobalamin， 您的身体必须将其转化为活性形式。相反地，请寻找甲钴胺 methylcobalamin 或舌下含氟的12，这些形式吸收得更好，特别是当您的胃部无法产生足够的内在因子时。每天早上服用1微克每几12能提供能量
所以不要在睡前服用。在2到3周内，您应该会注意到能量水平的改善。在6到8周内，您的平衡和协调性将开始改善。有些人报告说脑雾也消失了，因为12对认知功能也至关重要。请继续听下去，因为第3点会让您震惊。这种矿物质参与体内超过300种过程，且几乎每位长者都缺乏。Magnesium 是被遗忘的平衡与稳定矿物质。当大家都专注于钙质对骨骼的作用时，镁实际上对预防跌倒更为重要。原因如下：镁控制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当您缺乏镁时，肌肉会保持部分收缩状态，它们会变得紧绷、易抽筋且反应迟钝。那些半夜把您痛醒的腿部抽筋，通常就是缺镁。刚站起来时那种僵硬感也是缺镁，但情况还会更糟。镁对于维生素的正常运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您的身体需要镁将维生素转化为活性形式，所以即使您在服用维生素补充剂，如果没有足够的镁，您也无法获得全部的好处。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20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长达4年。那些镁摄取量最高的人，其跌倒风险比摄取量最低的人低了37%。而且这些人并不是服用大剂量，他们只是透过饮食和适度补充获得足够的量。建议的每日摄取量是女性320毫克，男性420毫克。但问题在于，现代农业已经耗尽了土壤中的镁。您天天吃的蔬菜所含的镁比50年前同样的蔬菜少了40%到60%。加上压力、咖啡因和许多药物都会消耗体内的镁。您需要补充，但形式非常重要。氧化镁 Magnesium 偶洗的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吸收率极差，只有4%能进入您的血液。请改找甘氨酸镁 Magnesium glycinate 或苏糖酸镁 Magnesium L-threonate。这些形式吸收好得多，且对消化系统温和。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克，分2次服用，下午服用1次，睡前服用1次。没有助于放松和改善睡眠，所以睡前那次剂量会给您双重好处。您应该在1周内注意到抽筋减少，2周内睡眠改善，4到6周内平衡和肌肉功能改善。这里有个实用建议，也要多吃富含镁的食物，深绿色叶菜、南瓜子、杏仁和黑豆都是极佳的来源。将坚果和种子浸泡过夜以提高吸收率。如果您吃绿色蔬菜，加一点健康的油脂，因为镁在搭配健康脂肪时用时吸收效果更好。大多数人会跳过接下来这一点，但它对腿部力量和预防导致跌倒的突然无力感至关重要。钾 Potassium 是保持肌肉强壮和灵敏的矿物质，每次肌肉收缩都会消耗钾。当您缺乏钾时，肌肉会变得虚弱且容易疲劳。您知道那种站起来时双腿发抖的感觉吗？这通常是低钾造成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钾与钠 sodium 协同工作，控制体液平衡和神经讯号。当您缺钾时，多余的钠会滞留在细胞中，这会导致水肿、高血压和肌肉功能不佳。但当您的钾水平达到最佳状态时，肌肉会保持强壮，神经能正确传导，平衡感也会显著改善。
美国心脏协会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4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长达8年，平均88年。摄取最高量钾的人，跌倒次数明显较少，活动能力评分也较好。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充足的钾摄取量是老年人维持独立生活最重要的饮食因素之一。你每天大约需要3到300毫克的钾，但好消息是，您应该从食物中获取，而不是补充剂。高剂量的钾补充剂可能有危险，特别是如果您有肾脏问题。相反地，专注于富含钾的食物，最好的来源是香蕉、地瓜、带皮的马铃薯、菠菜、酪梨和白豆。一个中等地瓜约含有450毫克的钾，一根香蕉约有400毫克，一杯煮熟的菠菜含有超过800毫克。每天吃2到3份这些食物，您就能轻松达到钾的目标。这里有个强效建议，以富含钾的早餐开始您的一天，例如鸡蛋配一个小地瓜，或是杏仁酱香蕉配晨间咖啡。这能在您白天最活跃时为肌肉提供所需的钾。许多人在增加钾摄取量后的短短2到3周内，就发现腿部更有力，稳定性更好。我即将分享的最后一点，改变了那些即使做对了其他所有事，却仍在与平衡搏斗的患者的一切。欧米伽3脂肪酸是拼图的最后一块。您可能知道欧米伽3对心脏和大脑有好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们对平衡和稳定性有多关键。机制是这样的，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发炎反应会增加。这种发炎会损害脚部和腿部对平衡至关重要的微小神经末梢。欧米伽3是强大的抗发炎化合物，能保护这些神经。不仅如此，欧米伽3还能改善肌肉蛋白合成。这意味着使在60、70岁及以后，您的肌肉实际上仍可以重建并变得更强壮。临床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取充足欧米伽3的老年人，其肌肉质量和力量明显高于摄取量低的人。还有更惊人的发现，亚伯丁大学的研究人员测试了老年人在补充欧米伽3 12周前后的平衡能力。服用欧米伽3的组别在平衡评分上显示出29%的改善，他们站得更稳，反应时间更好，并且表示对自己的动作更有信心。你每天需要约1到2毫克的 APA 和 Ca 总和，这2种是欧米伽3的活性形式。您可以从鲑鱼、蒸鱼或沙丁鱼等高脂肪鱼类中获取。3到4盎司的鲑鱼可提供约500毫克。但如果您不常吃鱼，大多数长者都是如此，您需要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剂。请寻找标签上列出配帕俄碳含量的补充剂。您希望每种至少有500毫克，随餐服用以提高吸收率并减少鱼腥味。有些人更喜欢磷虾油，因为它吸收更好且不会引起打嗝，这也是个很棒的选择。在4到6周内，你应该会注意到僵硬感减少，活动能力变好。在8到12周内，您的平衡感将显著改善。作为额外红利，许多人报告记忆力和头脑清晰度也变好了，因为欧米伽3也支持大脑健康。现在有件事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而这对于获得成效绝对关键。这5种营养素是协同作用的。维生素需要镁来活化，吃2在钾充足的情况下运作得更好。欧米伽3帮助身体吸收维生素，
当您同时解决这5点时，效果会比只关注1、2点好得多。但我经常看到一个错误，人们开始补充营养品，并期待一夜之间见效。事实是，您的身体已经缺乏这些营养素数月或数年了，它需要时间来重建储存量并修复损伤。在评判结果之前，您需要承诺至少坚持8到12周。此外，时间点很重要。维生素德欧米伽3请随一天中最大的一餐服用，因为它们是脂溶性的。早上服用不12以获取能量，每分下午和晚上2次服用，并在全天的饮食中摄取钾。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您正在服用药物，特别是抗凝血剂、血液稀释剂、糖尿病药物或血压药物，在开始补充之前，请先咨询您的医生。这些营养素通常非常安全，但它们可能会与某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随着您的营养水平改善，您的医生可能需要调整您的药物剂量。结论是，跌倒并不是衰老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平衡感差不是您必须接受的事实。这5种营养素给您的身体维持力量、协调性和稳定性所需的东西。它们在细胞层面上运作，重建您的神经系统，强化肌肉，并恢复您的自信。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如何在60岁后保持强壮、独立和健康的实证策略，欢迎持续关注这类健康资讯。我分享的都是有研究支持的资讯，而且我绝不会推荐任何我不会推荐给我自己家人的东西。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会优先关注这5种营养素中的哪一种。您打算从维生素的开始吗？或者您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12？让我知道什么对您最有共鸣。在下一期内容中，我将揭晓那些在60岁后偷走您能量的惊人食物。这些是大多数人认为健康，但实际上却导致疲劳、脑雾并加速衰老的食物。您绝对不想错过。请记住，对于平衡和稳定性，您的掌控权比您被告知的要多得多。当您给予身体正确的营养时，它的恢复力和反应能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今天开始，持之以恒，几周之内，您会感觉更强壮、更稳健，对自己的动作更有信心。您的独立生活是值得您为之奋斗的。